好，我而家準備做民間公投投票，只需要填寫身份證後面嘅三組資料，分別係 ID 號碼、發證日期同埋生日日期，同埋佢哋後面嗰個特別數字。呢個特別數字咧係可以用公式 gen 出嚟嘅，唔明嘅話可以睇下自己身份證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已經無中生有咁作做一組假嘅數字，紅色嘅數字係特別程式製作出嚟嘅。首先我輸入身份證號碼7777777，特別數字係4，然後我就輸入發證號碼140102，特別數字係8，跟住呢，我就輸入假嘅出生日期190303，特別數字係8。好，而家就等電話嘅驗證號。輸入完驗證碼之後，而家可以投票啦。好，咁希我呢已經成功投下第101票啦。你哋今日投咗你神聖嘅第2票未啊？希望我自爆咗之後，你哋唔好拉我啦。拜拜。